$3500，這個數字本該載入黃金史冊，卻在狂歡夜上演驚天逆轉，300點垂直暴跌，1.2億資金瞬間蒸發。全球投資者在美聯儲與白宮的博弈中淪為魚肉，這裏是今明中國市場觀察。今天我們穿透 K 線迷霧，揭開這場世紀絞殺背後的資本任戰。當上海阿姨拖住2000萬金條衝進陸家嘴時，她壓住的是3重核動力：一、地緣政治火藥桶，中東戰火疊加245%對華關稅。全球恐慌指數 VIX 衝破40大關。2、美元霸權裂縫美債 GDP 達123%臨界點，央行每分鐘66公斤美債換黃金。3、滯脹幽靈復甦，美國物價狂奔，卻與製造業萎縮。負利率倒逼資金硬闖黃金避險，當散戶沉醉在$3500的迷夢中，三大圖都已悄然出鞘。政策黑天鵝，鮑威爾特放鷹語，韓式預期遭腰斬，技術面斷頭甲，月線偏離200日均線31.7%，觸發10年最強回調魔咒，降大屠殺。滬金期權單日暴漲9800%。1.8萬手多線，凌晨爆倉，歷史正在押韻。1971年搶金潮重現，但這次劇本截然不同。中國7370萬盎司黃金儲備構築新防線。沙特用石油人民幣結算，悄悄挖美元牆角。美聯儲正被通脹與衰退兩面夾擊，每次利率決議都可能引發百點巨震。在這場貨幣體系重構的史詩級博弈中，記住2個生存法則，警惕30%振幅成新常態，永遠不用降到單邊，把握央行購金大旗，每次深蹲都是長線局良機。記住，在美聯儲的鐮刀下，活下來的才是贏家。投資有風險，決策需謹慎。